大家早晨，歡迎收睇星期二朝頭早嘅天氣報告。我係梁浩明。一股偏東氣流而家影響緊廣東沿岸㗎，亦都為呢區帶嚟一啲比較潮濕同埋微雨嘅天氣。今朝早香港部分地區嘅能見度都頗低㗎，橫瀾島嘅能見度咧就曾經下降至1000米以下啦，而港內嘅能見度亦都係曾經下降至3000米以下㗎。溫度方面咧，去到朝頭早7點零鐘，各區嘅氣温就介乎喺19至到21度之間。天色方面咧，今朝早由太平山望出去都見到咧，維港都係被一啲低雲覆蓋住嘅喎。咁其實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都可以見到，一道雲帶而家係覆蓋緊華南沿岸㗎。咁但係雲與雲之間都有罅隙，我哋預料下晝都可以短暫時間見到陽光。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朝頭早部分地區能見度係較低，有一兩陣微雨。下晝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係大約喺24度，風方面吹和緩嘅偏東風。而之後幾日嘅天氣，我哋就預料偏東氣流喺未來嘅一兩日係會繼續為華南沿岸帶嚟一啲較為潮濕嘅天氣㗎。咁呢一區嘅日間會係温暖，而之後咧我哋就預料一道低壓槽會喺今個禮拜後期至到下個禮拜初影響華南。咁呢一區係會間中有驟雨，而局部地區係會有雷暴㗎。咁所以香港天氣嘅展望方面係未來一兩日咧日間會係温暖，一早一晚會係較為潮濕。咁但係留意翻咧，星期五至到週末咧驟雨係會逐漸增多㗎。咁今朝早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啦，下次見。